所以禮拜三嗰個補課就俾我褪咗去今個禮拜，咁就所以今堂係講法國嘅電影新浪潮，然後順住咧就聽日補課就講埋另一課嘅左岸派。咁你見到啦，法國電影新浪潮咧係分兩個派別嘅，一個係電影筆記派啦，另外一個係左岸派。咁今次咧，我哋呢個課堂係先講其中一個派別，咁就係電影筆記派。佢哋全部都係喺50年代尾60年代頭嘅一個法國嘅新電影運動嚟嘅。咁亦都係喺個電影歷史上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因為係將電影咧帶咗去一個新嘅里程碑嘅。嗰個里程碑個意思係啲乜嘢咧？係俾咗電影一個好新嘅意義俾佢。咁我哋而家咧就先由法國電影新浪潮嘅電影筆記派開始講起先啦。我哋個課堂唔經唔覺已經嚟到第4堂，咁同學都開始 present 啦。有一啲嘅譬如有啲同學要開始 present 嘅時候，都會發覺咧，而家做緊嗰啲電影咧，同你哋平時電影院睇開嗰種電影咧係唔同嘅。嗰個唔同咧係當然喺觀賞嘅嗰個愉悅上面係唔同啦，因為同你平時喺電影院睇嗰啲電影咧，今次睇嗰啲戲係可能冇咁開心嘅，或者冇咁好睇，係會好悶嘅。點解咧？因為佢裏邊用嘅電影手法啊，或者佢講嘅題材同內容咧，同我哋喺一般戲院睇嘅係唔同嘅。咁亦都會帶起咧，就係其實電影唔係純粹係一個娛樂嘅媒介啦，係仲會俾好多唔同嘅意義去俾觀眾嘅。咁我哋藉由同學開始 present 或者去接觸唔同類型嘅電影嘅時候，因為嗰種嘅矛盾啦，嗰種嘅你會有覺得好悶啊，或者好想快啲睇完佢嗰種感覺嘅時候咧，其實呢一種俾你嘅矛盾同刺激咧，亦都係開始重新啟發你咧。就其實呢一個電影係啲咩嚟嘅咧？咩為之電影咧？咁我哋習慣電影當然係一種娛樂啦，好無聊喎，或者食緊飯嘅時候，咁不如打開個電影嚟睇下啦，睇下 Netflix 上邊有啲咩戲可以睇啊！咁我哋最先咧俾大家去認識電影，都係用荷里活電影先嘅片廠製啊。娛樂類型嘅電影類型啊，睇好多譬如歌舞片嘅類型啦，喜劇片嘅類型啦。咁而之後咧，我哋去咗新寫實主義，我就會轉咗啊！嗰個電影嘅本質唔同咗，即係何謂電影？電影是什麼？原來已經唔係淨係娛樂，係一種咧係表現客觀現實啦，表現戰後環境嘅一種媒介嚟嘅。咁所以我哋去咗新寫實主義啦。咁除咗客觀我哋望到嘅嘢之外咧，原來電影都仲可以關心一啲內在嘅問題嘅，唔係就係關心你開唔開心，係仲會關心埋你生活得有冇意義啊，或者你嘅愛係啲乜嘢啊？除咗錢食飽之外，人係咪仲有其他問題係需要關心啊？咁呢個都係現代主義電影裏面我哋會睇嗰種主觀嘅現實。今次咧，我哋去到法國電影咧。我哋成日都話法國係一種法國嘅藝術作品係好出色啊，同埋俾到一種好自由啦，或者係好新鮮嘅想法俾大家，好時尚咁樣。而其實嗰種時尚或者嗰種新鮮嘅意義係啲乜嘢咧？其實法國電影，尤其是我哋今次睇咧，法國電影新浪潮嗰個對電影主題同埋表達嗰個形式嘅探討咧，係好自由嘅。同埋係不受限制，甚至乎咧嗰種不受限制咧，係我哋而家喺電影裏邊咧都未必會見到嗰種嘅望塵莫及。咁講到咁犀利咧，咁就同大家先睇一睇我哋今次課堂好重點會睇到嘅一啲法國電影嘅導演啦，就係杜魯福同埋尚盧高達。呢一套咧係一個好經典嘅杜魯福嘅作品。叫做《祖與占》。祖與占咧，其實就係兩個朋友嘅名嚟嘅。阿祖同阿占咧，佢哋本身係一個好 friend 嘅朋友啦。咁我哋成日睇戲咧，都會有兩個男主角就追一個女主角啦。
咁然後嗰啲偶像劇咧，通常就係男二就即係好好噶啦，但係男二都係得唔到嘅，因為佢最愛都係男一。咁就通常電影就要2揀1嘅。咁但係咧，你都會聽過一句説話，就係小朋友先揀嘅啫。其實係可以兩個都一齊要嘅。咁而家咧呢一個《祖與占》咧，雖然係一個講友情嘅故事，但係裏邊嘅愛情故事咧都係講緊咧點解佢唔可以同一個女仔中意2個男人啊？我哋睇下呢個畫面。本身咧阿祖咧係同一個女主角叫Catherine 咧，即係阿 Jo 啦，同咗 Catherine 係結咗婚生咗個女㗎啦。咁然後咧阿 Jim 咧打完仗翻嚟咧就搬咗嚟同佢哋3個，即係同佢哋一家人一齊住。漸漸咧日久生情，咁我哋就開始睇下佢哋嘅生活係點樣。3個即係2個男人啦，同一個女主角啦，加埋一個小朋友啦，一齊玩嘅。Quand elle l'a pris, Catherine inventa un jeu, l'idiot du village. Le village, c'était la table. L'idiot, c'était chacun son tour. Sabine, surtout, déchaînait les fous rires. 先 kiss 個老公先啦，跟住老公就翻入去個廳度啦，咁又上下去咧，阿 Jim 又喺度喎。阿 Jim 佢都中意嘅喎。Catherine avait dit, on aime tout à fait qu'un moment, mais pour elle, ce moment revenait toujours. 係咪？因為咧，佢就話 Catherine 呢個女孩子咧，佢覺得愛情呢一樣嘢係會消退嘅，唯有係不斷片刻地重複出現，或者我哋打散佢嚟睇咧，即係唔係用長遠佢嚟睇咧，咁先係可以持久嘅。咁所以佢係唔相信咧婚姻或者愛情係可以永遠地長存嘅咁樣。La vie était vraiment des vacances, jamais je l'ai dit. 咁我哋頭先都睇咗啲音樂啦，我哋喺好多嘅愛情電影裏邊咧，我哋通常就會一係就揀啦。咁如果咧有個女仔咧係發生咗呢一種嘅感情關係嘅話，3人行嘅感情關係咧，我哋通常都會話你道德敗壞啊！你做咩可以揀2個男人㗎？或者就算一個男人揀2個女人，其實都會俾人話係賤格唔啱咁樣，即係有好多道德批判喺裏邊。而所謂嘅自由係啲乜嘢咧？喺好多新浪潮嘅作品裏邊咧。討論好多話題，其實唔係就係電影啦，係嗰個年代50-60年代嘅法國嘅藝術創作者咧，佢哋本身嘅感情都係相當之自由嘅。咁即係先唔好講電影創作者啦，甚至乎我哋認識嘅一啲哲學家啊，即係卡繆啊，或者係沙特同埋等等嘅哲學家都係出自於法國。咁佢哋本身嘅情感關係咧，喺嗰個年代都係非常之多元嘅，即係好聽啲就講多元啦。當然仲有另外一啲講法嘅。咁男女或者女男男咁樣，或者結咗婚之後去咗第二度工作，又有另外一個，咁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當然我而家唔係喺個課堂裏邊，我鼓吹同學作多元嘅嘗試咁樣，當然你係舒服嘅最緊要啦。但係即係我哋會見到其實佢哋嘅主題裏邊嗰種嘅自由，嗰種嘅冇限制。其實人嘅情感原來係可以咁多變化嘅，未必係純粹係我哋嘅生活裏邊係即係我哋嘅生活裏邊見到嘅。咁而家當然我哋喺我哋日常嘅作品裏邊未必見到呢一種狀態啦，但係喺嗰陣時嘅法國電影未必係一種好大嘅禁忌嚟嘅。咁除咗係一啲即係人嘅情感啊，或者生活上面主題上面嘅自由之外咧，喺佢嘅剪接方面咧，都係相當之唔同嘅。頭先我哋就見到一個女主角叫 Catherine 啊，咁佢嘅即係佢得到男士嘅青睞之外咧，佢嘅出場啊都係點樣表達到話 Catherine 呢一個女仔出嚟係令到2個男主角即刻神魂顛倒咧，就係靠佢嘅剪接手法。我哋睇埋咧佢嘅剪接手法裏邊係用咗啲咩方法咧去強調佢嘅美麗，而呢種剪接手法咧都唔係一般電影裏邊會用嘅方法嚟嘅。La troisième, Catherine, la française, avait le sourire de la statue de Lille.
Son nez, sa bouche, son menton, son front étaient la fierté d'une province qu'elle avait incarnée enfant lors d'une fête religieuse. Cela commençait comme un rêve. En vertu de 頭先好快啊，咁但係我哋即係再重温一次，其實佢頭先剪嘅片段裏邊咧已經有幾個 close up 啦。close up 完之後咧，其實係有個 zoom in 嘅 close up zoom in close up zoom in，同埋係唔流暢嘅。佢唔係好理啲觀眾咧，你係咪睇得好自然、好流暢，好似一個好舒服嘅剪接咁樣？佢唔理嘅，但係就為咗話俾你觀眾知話，哇 Catherine 真係好靚㗎，即係對嗰個男主角，我唔知係咪對任何人都係咁靚啦，但係咧對個主角嚟講，佢係真係好靚嘅，咁所以喺個剪接手法上邊咧係用咗呢一種咁特別嘅手法咯。咁唔流暢、咁突兀嘅一種方法去呈現佢嘅美麗同震懾。仲要唔止喎，就係佢哋坐低一齊傾偈啊！ On boit fraternité avec mon vin favori, une Sperger attendait. Pour éviter le geste traditionnel d'entremêler nos bras, les pieds de viveur se toucheront sous la table. Ce qui fut fait. Entraîné par sa joie, Jules ôta vite les siens, ceux de Jim restèrent un moment à côté et à un pied de Catherine, qui la première écarta doucement le sien. Un sourire heureux et timide errait sur les lèvres de Jules, disant aux autres qu'ils étaient dans son cœur. Pendant 咁亦都係唔係就影個人物啦，係將個敘事嘅角度咧就放，即係一個唔係用佢哋主角嘅眼睛啦，係用一個旁觀者嘅眼睛啦，由對腳開始講話哦，其實阿 Jim 同 Catherine 對腳係搭埋咗好耐㗎啦，我哋就知道咧佢哋嘅情感係即係將會萌芽㗎啦。同我哋之前睇荷里活電影嗰種話亂世佳人啊，一個史詩式嘅戰爭愛情電影啊，所有嘢好規矩啦，好美麗啦咁樣。咁呢度你見佢由剪接手法開始咧，都已經係好唔跟一貫嘅剪接手法去講故事嘅。當然包括埋個主題上面都唔係一貫嘅愛情嘅電影嘅套路啦。同埋有個 cut frame 都特登 cut 咗佢兩個出嚟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喺主題同埋形式上邊咧係好大嘅挑戰嘅，即係一班法國新浪潮嘅電影導演。咁唔係淨係講一個，其實佢哋好多個都係咁樣。而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今次都會睇嘅高達上路高達，唔係水星之魔女嗰個高達。個電影一開始即係如果有好多同學都係有創作嘅背景啦，咁即係拍攝一個人物出現嘅時候咧，即係一個人物介紹，或者你將個鏡頭放喺邊咧咁樣。呢個係上路高達嘅他的一生啦，其實係講一個女主角叫 Nana 嘅，佢嘅生活。個電影一開始咧，你都見唔到 Nana 係咩樣嘅，純粹咧係影住佢個背脊。係講緊佢同佢嘅男朋友分手啊！咁就算呢個背脊咧，你以為哦佢都係影一影嘅啫，應該好快咧就會見到佢個樣㗎啦。其實一路都見唔到嘅，得塊鏡嘅反面嗰度係會見到佢啦。甚至乎第一節咧頭嗰10分鐘咧，佢哋都係 keep 住喺個背脊嗰度影過去嘅，都係違反咗咧喺過去我哋睇嗰啲荷里活電影啊，甚至乎新西實注都唔會咁樣去拍啦，拍個背脊俾邊個睇啊？呢個都唔係一般觀眾咧習慣睇嘅一啲構圖嚟嘅，但係佢就係挑戰觀眾嗰種嘅觀賞嘅方式啦。而去到再後期啲咧，尤其是上路高達咧，因為佢個政治立場係相當明顯啦，同埋佢係不斷直至到佢死嗰刻咧，佢都係挑戰緊即係如何去用影像去敘事，如何去用影像去講自己嘅故事。咁再直白啲去睇咧，上路高達咧係一個講故事好自私嘅人嚟嘅。佢講故事佢唔係預你睇得明佢做啲乜嘢，佢就係諗住講嚟係自己開心嘅啫。而呢一個我哋睇埋呢一個作品咧，就叫《中國姑娘》啊。而點解叫中國姑娘咧？其實高達咧佢係有左派嘅思想嘅，甚至乎佢係都幾信奉一啲
即係馬列無主義啊嗰種嘅思想。咁所以尤其是60年代咧，佢都有佢都喺電影裏邊咧表達佢對即係共產嘅一種政治立場嘅認同啊。我哋有時咧喺戲院裏邊或者喺即係大陸嘅戲院裏邊都會上映一啲主旋律電影，即係可能係宣揚一啲即係政治思想啊，或者即係國家嘅政策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嗰啲主旋律電影其實都有個故事咧喺個即係喺個設計裏邊嘅，就唔會夾硬咧講佢嘅即係政治思想嘅。咁但係咧高達咧佢做佢嘅電影嘅時候咧，佢反而咧係將政治思想放喺頭嘅，故事咧佢係放喺好尾嘅，所以佢後期咧有啲作品咧係相當之難入口啊！難入口嘅意思係咧，佢係完全將嗰種政治嘅意味咧，或者政治嘅意識形態咧放晒喺個表面上面，直接俾觀眾去睇，所以係對於觀眾嘅入口咧，或者唔係 user friendly 嘅嗰個故事嘅設計。佢就係講一班年輕人啦，係即係對於共產嘅認同啦，所以佢哋係好依隨咧嗰種政治思想去生活，就包括佢嘅日常生活啊、討論嘅話題啊等等。咁呢一度咧，佢就係話佢嘅即係嗰啲理論、嗰啲立場咧，係佢嘅生活嘅一部分啊。直情即係啱啱播咗一節係相當政治意味好強嘅一節之後咧，即刻跳咗去咧就係講帝國主義依然存在啊！所以成個電影咧係佢一個政治立場嘅表態嚟嘅，就唔係一個好完整，唔係一個劇情性好強嘅故事嚟嘅。而去到後邊咧，根本係開始討論電影嘅直情而家你咁樣 lecture 就聽我喺度講電影啦，講火車進站啊咁樣。高達咧係直情拍咗套戲咧，佢而家就係直接講緊由我哋第一堂講嗰啲啊，由火車進站啊 ，George Miller 去拍《A Trip to the Moon》啊，嗰啲嘅內容咧，直接喺個電影裏邊講咗出嚟，同埋講埋咧電影裏邊所蘊含嘅意識形態。Lui, il faisait des actualités, c'était peut-être des actualités reconstituées la manière dont il le faisait, mais c'était des véritables actualités. Et je vais même plus loin, je dirais que Méliès était brechtien. Ça, il ne faut pas l'oublier, c'était brechtien. Et pourquoi il ne faut pas l'oublier? Pourquoi il ne faut pas l'oublier? Alors? Pourquoi? Eh bien, parce que l'analyse concrète d'une situation concrète, et comme le dit Lénine, la substance même, enfin, c'est quoi une analyse? L'âme vivante du marxisme. C'est quoi une analyse? Par analyse, on entend l'analyse. Dernière guerre mondiale. 咁所以咧，佢裏面都有佢嘅反美嘅立場啦，同埋對於越戰嘅一種批評嘅。咁我哋頭先睇咗呢一啲新浪潮，我哋今次介紹嘅就法國電影新浪潮嘅一啲作品咧，你都會見到佢嘅主題啊，同埋佢表達嘅形式咧，同我哋之前睇嗰啲咧，亦都係另外一回事嚟嘅。
所以咧，我哋喺今次法國電影新浪潮裏邊咧，我哋要認識嘅就係、其實電影主題同佢嘅形式係相當之自由同實驗性好強啦，同埋咧唔再係娛樂或者係表達現實咁簡單，甚至乎咧係可以有唔同嘅用法嘅，可以係即係自我嘅對話，即係我自己講我自己嘅故事啫，或者係一種政治表態啦、諷刺時弊啦、純粹嘅玩樂啦，喺個電影裏邊咧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實驗性嘅內容。咁講得好聽啲就實驗性咯，講得唔好聽咧就係挑戰觀眾啦，或者係完全唔顧及市場。今次咧我哋講法國電影新浪潮咧就有3個部分係會講到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先講新浪潮之前，其實法國電影咧都有佢嘅傳統同埋特色嘅，因為呢一種前人種落嚟嘅傳統同埋特色咧，先引發到咧法國電影新浪潮呢班導演嘅出現。咁法國電影新浪潮出現嘅原因就有好幾個啦，咁就中間我哋會再講。咁所以最後咧，先再去翻轉頭再去認識翻呢兩位導演咧點樣受住前人嘅影響咧，而有以上嘅一啲電影特色。咁承接住咧之前嘅課堂，我哋講咗新寫實主義同埋現代主義電影啦，意大利嘅。咁新寫實主義之後咧，其實50年代咧，法國都誕生咗新浪潮嘅電影運動啦，以及咧呢班電影人咧，其實佢係好喜歡咧美國電影嘅。而之前嘅電影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詩意寫實主義電影啦、超現實主義電影啦，同埋印象主義電影，都會見到其實法國電影嘅底蘊同埋佢過去嘅風格都已經非常之強烈啦，引發到咧就係法國電影新浪潮佢嘅興起咧，亦都極具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對於藝術媒體嘅一種挑戰嘅。咁我哋先講就係第一種就係即係詩意寫實主義。詩意寫實主義咧，其實係有一種政治立場喺背後嘅，因為就係二戰之前啦，30年代即係1、2戰之間咧，嗰個經濟狀況唔係好好啊，咁所以喺電影裏邊咧就多咗關心一啲工人啊、社會邊緣嘅人啊，咁但係佢就唔係用一個好生硬嘅方法咧，唔係好似新寫實主義講佢哋好慘啊，或者即係要可憐佢哋，都唔係咁樣嘅意思，反而詩意寫實主義咧係將佢哋嘅行為啦，或者將過去嘅一啲生活咧，佢美化咗佢嘅，所以就叫詩意，但係都係寫實嘅，因為係講一啲戰爭遺留落嚟嘅一啲問題。咁我哋之前咧喺新寫實主義嘅途中咧，都睇過一個作品就叫 Tony 嘅，就係講一個由異鄉去到法國小鎮工作嘅一個工人，但係嚇死異鄉嘅一個故事。咁嗰個故事就係 Tony 啦。咁其實呢個導演咧就叫 Jean Renoir。佢除咗我哋上次睇到嘅托尼之外咧，佢仲拍咗一套叫《大幻影》，係講一戰嘅故事嘅。咁就係咧，詩意寫實主義電影裏邊經常對邊緣人士嗰種嘅關懷同關心咧，就好似有少少類似翻咧。新寫實主義我哋認識嘅時候都會講佢有啲左翼嘅思想，而點解話佢係左翼咧？就係佢係支持平等嘅，佢係唔講階級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而家話即係特朗普翻嚟啦，或者嗰個右翼係相當之強啊？因為你見到特朗普對於階級嗰種敏感，就係可能佢係相信有階級先得嘅。反而太左就會俾人話係左膠啊、禍害人啊，即係都會有啲咁樣嘅意思。因為太講平等，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咗。而我哋睇翻咧 Jean Renoir 咧，佢本身都係對工人階級啊，同埋對階級嘅剝削係相當敏感，佢都係提倡平等嘅。咁我哋上次睇 Tony，佢對於工人嗰種嘅關懷，都已經見到佢嗰種左翼嘅意識喺裏邊咯。咁今次咧，我哋睇埋呢個大幻影咧，都會見到佢係好關心社會先啦。第一，即係有社會意識喺裏邊嘅；而第二咧，就係佢係唔相信係人係會俾人控制嘅，即係每個人都應該係自由嘅。咁所以咧，佢拍《大幻影》呢個作品嘅時候係講一戰嘅，一戰嘅俘虜，即係打一戰嘅時候咧，其實都有
即係各國唔同嘅嘅一啲軍人啊，係俾德國咧係俘虜咗嘅。咁喺個軍營裏邊咧，就全部人都無分你我㗎啦，因為全部人咧都係俘虜，得一個人咧係即係做掌控佢哋嘅人，就係德國嘅軍人。但係呢一度你都講到啊，點解會話佢好強調平等咧？咁我哋睇一睇係杜魯福嘅文字啊。杜魯福係我哋頭先睇嘅其中一個導演，佢本身咧係影評人出道嘅，即係影評人變成導演，所以咧佢都會有一啲嘅影評嘅文字咧係遺留喺後世嘅。咁睇下個樣啦。杜魯福就係咁嘅樣嘅。咁我哋睇一睇佢點樣去解讀大幻影咧？我哋睇咗個片段先。因為咧呢個作品咧係講到好多即係軍人被俘虜嘅時候，佢哋唔同國家之間咧，佢哋係融洽地被逼相處埋一齊。所以你見到而家即係法國啊、英國啊，全部軍人咧，因為一齊被俘虜啦。咁但係佢唔可以殺咗佢哋噶嘛，佢只係俘虜。咁所以佢哋而家係即係好似同屋住咁樣，一齊住咗喺個宿舍裏邊做俘虜咯。咁但係咧，佢哋係 friend 咗嘅，佢哋做咗好朋友。我哋成日都話咧，每個國家之間都會有唔同嘅外交關係，咁所以令到佢哋係會有唔啱啊，或者不和啊，關係唔好啊。咁但係呢一種係因為權力關係咯。我哋人與人之間咧，每一個人其實都係渴望和平，同埋係相信平等嘅。只不過好多嘅形勢啊，或者即係各為其主啦，咁就有好多事情咧。咁就冇得避免，包括互相傷害嘅。咁去到結尾咧，其實唔同嘅軍人咧都諗住要逃走，因為佢唔想再做俘虜。剩翻咧就係其中一個軍人咧，即係一個俘虜啦，佢就代替其他俘虜就留低咗，就去擋住嗰個德國嘅軍人。咁其實嗰個德國軍人係咪都係一個壞人咧？咁喺呢個作品裏邊咧都唔係嘅，因為而家呢個即係德國嘅軍官咧出嚟追捕嗰啲逃走嘅俘虜啦。佢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認為如果佢係德國嘅軍官咧，可能佢都係一個窮兇極惡啊、好殘忍嘅人。但係喺呢一度咧，佢冇嘅，佢反而咧係勸佢啊，你翻落嚟啦，我唔想殺咗你啊咁樣，即係佢有個咁嘅意思，甚至乎佢會講埋英文咧，就同佢講話。唔好啦，你唔好逼我啦咁樣。咁所以亦都會咧喺佢個作品裏邊見到人人平等嗰個意思喺裏邊。咁我哋睇下啲音樂，好重要嘅音樂。Have you really gone insane? I am perfectly sane. Order! Order! You understand? But if you do not obey my order now, I'll have to shoot you. I dread to do that. I beg you, man to man, come back. It's damn nice of you, Raubenstein. But it's impossible.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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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30年代嘅法國電影啦，咁所以佢係影響咗我哋之前講嘅新寫實主義啦，嗰種嘅社會意識啦，嗰種嘅平等啦，咁亦都影響咗咧就係法國電影新浪潮嘅。咁裏邊嘅即係法國軍人係為咗演